風水你有所不知，好多香港人咧喺新嘅一年咧都會喺屋企啊、寫字樓、公司佈翻個風水局嘅。但係你真係識風水定係人擺你又擺呢？我見好多人咧擺到成屋、成個寫字樓都係嗰啲風水嘢，但係個運咧都係咁上下嘅啫。其實講到尾，大家都係想提升運氣啫，揾多啲錢、升職加薪、愛情美滿、家庭幸福。而係有個風水嘅真相要話俾大家知。都市人長期生活喺壓力大嘅環境下咧，身心咧都係非常之唔健康嘅。正確嘅方法咧，首要咧唔係要點擺風水去提升運氣，而係要點令到自己身心咧都好健康。而旅行，每日有自己嘅 me time，培養減壓嘅興趣，都係一啲首要最好嘅方法嚟嘅。希望你訂閱我嘅頻道，分享俾朋友，等多啲人知道玄學嘅知識啦。當然，風水的確係有佢會提升運氣嘅作用喺度。講到呢度先，祝大家馬年身體健康，心想事成，萬事如意。